各位觀眾，我係謝寶生博士，而家同大家講智慧與開悟嘅第10集，21世紀嘅《三國演義》。《三國演義》嘅第一句咧就係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後咧亦都有諸葛亮初見劉備嗰陣時候咧就發表咗佢隆中對天下三分。其實還有司馬遷嘅史記，佢嘅理想咧就係救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所以我哋中國歷代咧都不乏呢啲對時事同埋歷史出色嘅分析人物。但係呢啲係古代情況，到20世紀咧就非常流行嘅就係地緣政治。此外咧仲有馬克思主義嘅框架。但係到而家到21世紀人類命運共同體嘅時代呢啲框架咧似乎就缺乏咗力量啦。咁所以我呢個新嘅框架就叫做文明嘅衝突與融合特別係與融合用嚟分析21世紀嘅走向。而喺呢個框架同時係涵括咗人類幾千年歷史嘅發展嘅方向。呢個20世紀80年代嘅亨廷頓提出冷戰之後提出文明嘅衝突論。不過呢個衝突論咧唔係好受我哋中國人歡迎，因為咧我哋中國人咧就強調調解衝突，但係文明嘅衝突咧係一個現實，我哋唔會因為我哋唔提佢，佢就會自然消失。其實結果往往相反，我哋越回避問題就越嚴重。解決方法其實好簡單，就借助我哋中華文明幾千年嘅胡漢衝突與融合嘅經驗推廣世界。諸葛亮初見劉備嗰陣時候咧就發表咗佢隆中對天下三分。全球咧亦都有個天下三分嘅形勢一個西方文明、伊斯蘭文明同中華文明嘅三大文明嘅衝突同埋融合其實呢個衝突同埋融合唔單止喺20、21世紀，而且喺過去嘅幾千年咧都係依個軌跡而行嘅。呢個三大文明內部咧其實有佢嘅自己嘅波浪嘅興衰呢個西方文明就係一個帝國嘅不斷興起同埋衰落，充滿咗階級嘅鬥爭。至於伊斯蘭文明咧，我哋又唔係好熟悉，表現睇起上嚟咧，佢有一個遜尼派同埋什葉派嘅矛盾有千幾年至於中華文明內部咧，我哋中華文明幾千年嘅主調係乜嘢咧？就係呢個胡人同漢人嘅衝突與融合從呢個紅山文化去到清朝同民國，胡漢衝突其實就係反映咗呢個農耕民族同埋游牧民族嘅衝突。咁呢個衝突咧個結果咧係令人非常之滿意嘅，可以話一個大團圓結局，係多次嘅大團圓結局咁所以三大文明本身有內部嘅興衰嘅波浪，但係咧喺呢個內部之外咧，再加上佢外部嘅衝突同埋融合。呢個外部衝突融合就係包括呢個西方文明同伊斯蘭文明嘅衝突啦打咗千幾年仗。早期咧伊斯蘭文明佔上風嘅直至到呢個15、16、17世紀咧呢個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大航海、工業革命、現代科學嘅建立，使西方文明咧突飛猛進首先咧佢就征服咗呢個非洲，然之後就美洲加上亞洲印度同埋其他國家。咁翻過嚟咧就開始對付呢個伊斯蘭文明啦喺呢個20世紀一次大戰之後咧，代表呢個伊斯蘭文明嘅奧圖曼帝國就俾呢個西方肢解咗啦，所謂呢個西亞病夫。至於東方呢邊嘅東亞病夫咧，其實係慶幸冇俾佢肢解，但係自鴉片戰爭以嚟咧，我哋就屢敗屢戰，喪權辱國，直至到20世紀，我哋中國人先開始慢慢站起嚟。所以我哋睇呢個文明嘅衝突與融合，除咗睇佢內部嘅興衰波浪，仲要睇外部嘅角力同埋興衰。
至於個百年未有嘅大變局咧，亦都喺個文明嘅衝突與融合下邊出現嘅。咁我所知道呢個百年未有嘅大變局嘅主題咧，就係東升西降。所謂東升西降就係西方文明征服咗世界之後咧，走到頂峰，然之後就慢慢下滑。相反咧，呢個中華文明咧就出現一個谷底反彈。咁至於以巴衝突，其實就係好典型嘅呢個西方文明同伊斯蘭文明衝突嘅延續。另外嘅俄烏戰爭咧，係一個西方文明內部嘅矛盾。其實呢個內部矛盾咧係好長期嘅，好多年嘅出現。點解呢個西方人咧係咁仇恨呢個俄羅斯咧？其實就係俄羅斯人雖然係自己都覺得係西方文明一部分，但係佢曾經有3次向東方文明靠近。第一次就係蒙古西征，打入咗呢個莫斯科之後，俄羅斯人就臣服喺蒙古人下邊，吸收咗呢個蒙古人嘅文化。呢個係第一次。第二次咧就係列寧革命之後，就向東方提供咗好多反帝國主義嘅哲學。呢個係第二次靠近。第三次咧就係普京同習近平嘅合作。基於呢個俄羅斯人，雖然佢係屬於西方文明一部分，但係佢3次向東方文明靠近。西方人咧就要清理門戶，將佢踢出去。咁所以無論呢個普京同埋俄羅斯點樣去想加入呢個西方，始終係俾西方排斥嘅原因。與 DeepSeek 對話。蒙古統治羅斯的時期1240至1480年，是西方認知俄羅斯的關鍵轉折點。蒙古入侵前的羅斯諸公國，今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等地，自10世紀接受東正教後，與西歐的天主教世界雖存在教派分歧，但仍被視為基督教文明的一部分。可是被蒙古帝國在13世紀征服後，羅斯成為金帳汗國的附庸，西歐天主教會因此將羅斯視為淪陷於異教徒的地區，將羅斯人描述為受韃靼人壓迫的可憐民族。15世紀末，莫斯科大公國擺脫蒙古統治並擴張後，西歐既驚嘆於莫斯科的崛起，又擔憂其混合了韃靼與拜占庭的野心。西歐將莫斯科大公國後來的中央集權體制視為東方專制，源於韃靼人的統治方式。這種觀感一直延續，到了20世紀，納粹德國對俄羅斯的妖魔化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希特勒明確將斯拉夫人，尤其是俄羅斯人、烏克蘭人、波蘭人視為次等人，認為他們只能作為奴隸種族，服務於德意志民族。他煽動歐洲人恐懼蘇共的東方屬性，稱布爾什維克主義是蒙古游牧部落的野蠻傳統，通過猶太人滲透到歐洲。其實西方幾個地緣政治嘅大師咧，曾經告誡過，譬如亨廷頓，非常要留意中華文明同伊斯蘭文明合作對付西方文明。咁其實呢個 obvious 噶啦，3大文明兩個合埋一齊對付另一個國師咧，普列津斯基咧，佢又提出千祈唔好俾中國、俄羅斯同伊朗成為一個同盟。但係俄烏戰爭同埋以巴衝突就將呢兩個告誡抌咗垃圾桶，等於佢哋自毀長城。我哋中國人想唔到佢哋滑落得咁快嘅。當然咧，我哋又唔需要為西方人悲哀嘅。其實如果西方人即係跌咗落嚟咧，中國人都會善待佢哋嘅。咁所以佢哋啲國師咧，似乎只係睇到衝突，睇唔到融合。仲有一個我自己覺得好搞笑嘅，咁點解喺美國喺呢個太平洋嗰度搞咩第一島鏈、第二島鏈嘅？咁用啲咁嘅島，呢幾個島排埋一齊就可以打敗中國咩？咁呢個今天睇上嚟真係好笑。而家呢兩個島鏈都冇咗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地緣政治某種程度嘅走火入魔。根據呢個文明衝突與融合嘅歷史哲學，我而家對呢個好紛亂嘅世界重新梳理一下。西方文明呢，喺19世紀就征服咗伊斯蘭同埋中華文明。
美國跟住咧成為西方文明嘅統帥，壟斷咗全球嘅話語權同埋意識形態，諸如此類，成為世界嘅霸主。當中華文明急速崛起，而呢個伊斯蘭文明又跟住逐步復甦嘅時候，美國呢個全球霸權自然就要終結啦。俄羅斯呢，就係西方文明入邊最早放棄爭奪全球霸權，佢哋走文明融合嘅道路，向中華文明同伊斯蘭文明靠近。咁所以呢個俄烏戰爭呢，實際上係西方要清除呢個文明嘅叛徒，企圖消滅俄羅斯，順勢打倒中華文明。不過呢個如意算盤呢，最後希望就快要落空啦。咁馬斯克同埋特朗普以及佢背後嘅資本，其實對呢個問題係有察覺嘅，所以佢哋發展咗另一套美國嘅主義，用一個大美國嚟對沖全球霸權終結嘅損失。當政府開始放棄全球霸權，咁自然又會尋求同俄羅斯修復關係。呢個轉變對其他文明嚟講呢，有危亦有機，大家呢都各自尋求自己嘅發展嘅模式啫。至於美俄合作喺個文明衝突嘅軌道上，對中國當然係危險啦。但係當世界轉入文明融合軌道嘅時候，又未必係壞事。至於美俄呢，會唔會聯合起嚟對付中國呢？聰明嘅觀眾用呢個新嘅框架，應該可以推論出答案。